Hello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咁今日咧有一段教學片嘅，咁就係教大家用華為手機啊，仲要特別講明係大陸版嘅華為手機，喺華為錢包入邊新增翻一張銀行卡嘅方法啦。咁因為嚟到2026年咧，好多嘢都變咗嘅，咁所以你要加一張銀行卡落個手機嗰度咧，可能會遇到好多問題。係啦。咁就算你經驗豐富都好啦，有啲位會棘到你嘅。如果你真係可以一剔過加到咧，你真係好好彩嘅。嗱，因為我自己咧呢兩年咧一路嘗試加銀行卡咧，都係失敗喺唔同位卡關嘅。咁啊，直至近呢兩日啦，我直情係揾埋客服嗰邊啊，即係大陸嗰邊嘅華為客服啊，來往咗幾次電話都試咗好幾次啦。咁慢慢咧開始發現咩問題，咁依家終於叫做加到㗎啦。嗱，咁啊，先同大家分享先。咁第一件事啦，我哋去翻華為錢包啦。如果你用一般方法咁樣嚟加卡嘅話咧，譬如依家我呢度咧，其實成功加咗張啦，等佢審核。正常就加好啦。咁你就揀銀行卡，揀完銀行卡之後，當然你會揀翻其中一間銀行嘅銀行卡啦。咁呢個咧就銀行卡喺邊度嚟咧？咁你自己咧就要去翻大陸嘅銀行開戶口，或者喺香港，譬如你去中資銀行啊、中銀嗰啲地方，亦都可以開到一個第二類嘅大陸戶口嘅。咁你可以用翻一個叫做大陸嘅電話號碼，係啦，你需要大陸電話號碼嘅，咁樣嚟開通翻。咁當然你要回鄉證啊嗰啲嘢開通啦，咁電話號碼唔講啦，咁大家問翻電信公司，咁銀行嗰度開戶口亦都係一樣，你去問翻銀行啦。另外，如果你本身喺華為手機啊，你個華為賬戶已經做咗一個實名認證，仲係講緊用回鄉證嚟做嘅話咧，請你先取消咗實名認證先，如果唔係都會卡關嘅。好啦，當你以為你準備咗咁多嘢之後，都應該差不多啦，咁冇咁簡單。原來你睇一睇呢個位置啦，佢係需要身份證嘅，就唔係香港身份證啊，係大陸嘅身份證啊。咁所以對於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講咧，基本上都係做唔到噶啦。咁如果你透過呢個入口咁樣嚟加卡咧，基本上都係加唔到噶。咁點做咧？翻去最出呢一版啊，嗱，首頁呢一度。咁原來咧，官方咧就會喺呢度咁多個圖示嗰度咧，揾一個叫做華為支付嘅一個圖示啦，或者叫入口啦，入去申請。咁但係另一個卡關位就喺呢度啦。你發現我喺度一路睇咧，係冇華為支付呢一樣嘢㗎。你見我左掃右掃都冇華為支付呢幾隻字㗎。咁經過同華為嗰邊嘅客服咧嘗試去溝通之後咧，來回咗幾次啦。咁初步發現，原來香港人用開嘅繁體字咧，同埋簡體字嘅界面咧係唔同嘅。字眼上咧，原來呢個寫住餘額嘅就係呢個繁體嘅華為支付嘅入口嚟㗎啦，冇錯，係啦。嗱，華為支付咧同華為錢包咧係唔同㗎嚇。嗱，呢度又係一個奇怪位。我哋咧原來喺華為錢包係加唔到卡嘅，要大陸嘅居民證或者大陸嘅身份證。但係咧，如果係華為支付咧，就可以加到即係香港人可以加到卡啦。我哋去華為支付或者繁體字叫結餘，撳落去啦。咁嚟到呢度咧，亦都唔係簡單咁喺度加卡嘅，喺度加卡都係會失敗。原來咧，我哋要撳個問號呢個掣，冇錯。我記得喺1-2年前咧，佢呢個入口咧係冇咁入嘅，唔喺啲 FAQ 入邊嘅。但係依家去咗 FAQ 入邊，仲要唔係頭一層。咁所以呢度係又一個卡關位啦，都唔係1、2、3，就係勁多個卡關位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揾呢個華為支付開通指引，冇錯啦，你估唔到嘅喺呢度入。再揾一個，有一個叫港澳台及持外國人永久居民呢個啦，總之有港澳台呢個撳落去，跟住你見到呢度有粒掣確認開通，就係呢度呢個入口啦。入到嚟之後咧，你就揾到一個地方可以揀到呢個回鄉證噶啦。咁當然你要先輸入個銀行號碼啦，先會出現下面回鄉證嘅選項。咁但係早幾日咧都仲有一個卡關位係你永遠過唔到啊，就係輸入回鄉證呢度。你發現我只可以輸入數字，英文字咧係輸入唔到嘅。
咁香港嘅回鄉證應該係一個大街 H 字頭再加8個數字咁樣嘅。咁但係咧，同佢哋溝通咗幾次之後咧，依家已經修復翻，可以打到大街 H 啦。填表之後揀繼續啦，就會叫你設定一個新嘅華為支付密碼，輸入2次密碼之後咧，就會收一個短信認證，咁就完成㗎啦。之後仲要等翻大概5至7日等人工審批嘅。咁我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。鍾意條片嘅話，記得去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訂閱翻我嘅頻道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